要演唱这首歌曲就叫做《迷就葵》。掌声欢迎百万王子许富凯。谢谢真声全部的朋友们，全场再来点尖叫声，好不好？那这一首歌《迷就葵》送给大家，会唱一起唱哦。阵阵风吹啊吹来人歌歌，不知遥远的你敢有在下山？今夜的天星，你一定知影。痴情人思我的心情，又是三更半暝的暗暝，梦境内充满着有你的空气。不惊月流笑笑阮这呢痴，爱你的心袂停止。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迷就葵，为你化作冬天的彼白花，听你手风吹，听你念念归暝。是我的一切，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迷就葵，日日夜夜为你的情如火，一份爱的代价，爱你今生今世，你是我最爱的宝贝。相信正声也是大家的宝贝，所以呢，再来一次好不好？你是我最爱的，不够大声哦，后面还有2次机会，再大声一点，谢谢。又是三更半暝的暗暝，梦境内充满着有你的空气，不惊月流笑阮这呢痴，爱你的心袂停止。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迷就葵，为你化作冬天的彼白花，听你手风吹，听你念念归暝，因为你是我的一切。小小的温暖的迷就葵，日日夜夜为你的情如火，一份爱的代价，爱你今生今世，你是我最爱的宝贝。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迷就葵，为你化作冬天的彼。手风吹，听你念念归暝，因为你是我的一切。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迷就葵，日日夜夜为你的情如火，一份爱的代价，爱你今生今世，你是我最爱的宝贝。再来一点尖叫声！好棒！正声其实感谢有你。我要先讲一句话，我希望大家也可以跟我一起讲。祝真声70岁生日快乐！我香港最好听一个。我很谢谢正声，一直都记住我，记得我，每一年的活动，我都有参与。今年70岁了，我想一定不能错过。感谢正声，谢谢董事长，谢谢在座的每位贵宾给我机会。希望今天带来的歌曲大家都会喜欢，谢谢。
嘿啊吼，恁看我应该看袂先吧？啊，明年搁要看我唱歌无？啊，毋过明年有一个重要的代志，我先甲大家讲，明年2月先让我讲啊，别急，慢慢来。明年2月20呢，大年初9那一天呢，我即将站上小巨蛋。希望大家呢有时间的话，就来听我唱歌。这场演唱会呢，我会带给大家很多温暖，然后很温馨。我希望子女可以带着自己家里的长辈来看我演唱会。希望在我的演唱会当中，大家都可以团圆。谢谢你们，谢谢。接下来呢，我要唱的这一首歌呢，也是从我出道到现在，我唱了很多8点档的歌曲。那在今年呢，比较特别，我唱到了台视8点档《生生世世》的片尾曲，带来这一首《放红吹》送给你们，谢谢。哪会
正手很甜啦吼，后壁有甲对老师大家拢知影。如果觉得唱的比 CD 或者是电视上还好听的话，再来点掌声，谢谢。歌手需要的就是掌声，谢谢你们。每一次来参加真声电台举办的活动呢，我都会很感动，因为真声电台呢邀请的这一些卡司呢，有的都是前辈级的，以前都是在电视机看他们的演出，没想到有机会可以一起同台。那第二个让我觉得更感动的是，我竟然可以在后台看这些姐姐们啊，百花齐放，因为他们在后台都一直说，来，我们来拍照，耶，爱心，啊，当然我请到就水啊呢，他们非常用心。你看那个云英姐姐，每次出来就是那种大礼服，是不是很用心、很敬业？如果是的话，给她一点掌声，对不对？刚刚有提到，我忘了跟大家讲一下啊，有人跟我问讲啊，演唱会票是要去倒买？我先跟大家说哦，在 7-11 的 iPhone 售票系统，嘿 ，iPhone 哦，唔通行去全家，还是去莱尔富，还是去全联，那拢无，对不起 ，7-11哦，对。那因为现在实名制的关系，可能要有一些基本的资料，如果真的不会的，就请我们那个 7-11的那些弟弟妹妹们帮忙，他们很热情的。希望真的明年2月20日，大家可以来看我的诗歌演唱会，谢谢。希望有机会可以邀请我们正声的董事长一起来观看，谢谢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要唱的这一首歌非常的特别，而且也是我们真声电台指定要唱的。以往唱这么多歌，但今天这一首歌对我来说意义非常的重大，尤其在这个舞台上。我相信呢，很多朋友都是阿公阿妈带大的，对，现场应该也有当阿公阿妈的。不好意思，如果阿公阿妈的，请举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对我来讲，你们还是哥哥姐姐啦哦。也不少哦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要唱这一首非常感动人的歌，叫做《阿嬷的话》。谢谢。在细汉的时阵，阮阿嬷对我上好。甲上好的物件拢会留予我，伊嘛定定带我去游情，看人在佚佗，看人在办公会啊，看人在伫相做。伊定定甲阮讲，叫阮着爱好好读册，毋通大汉像恁老爸遐尔啊轮陪哦。伫迄个时阵，阮拢听拢无。阿嬷，你到底是咧讲啥话？大了后，才知影阿嬷的话，我会爱永远放在心肝底。随后一步一步的过去，定定拢会予人心难过。时间一分一秒在过去，伫阮的心内，
谢你们，谢谢。谢谢许富凯，谢谢。谢谢。阿嬷的话，阿嬷讲什么话？阿嬷交代了2件事情：第一，许富凯的粉丝许富凯。神雕侠侣，再给我新妹生姐姐热情的掌声！欢迎我的孤儿许富凯，谢谢。夜马江湖大，境界比天高，以为是温柔没察觉，以为是翩翩美少年。把长剑跨神雕，心系佳人路迢迢，为容易真情人，你心间有谁怜？期待在相见，不再生死两相约，携手挥别红尘，生生世世直到永远。这是我第一次跟佩珊姐姐在正式的舞台上合唱，再给我们热血尖叫声加掌声，谢谢。月马江湖大，世界比天大，以为是温柔没察觉，以为是翩翩美少年。把长剑跨神雕，心系佳人路迢迢，为了你真情人，你心间有谁怜？期待再相见，不再生死两相约，携手挥别红尘，生生世世直到永远。谢谢。神雕侠侣，谢谢许富凯，谢谢。谢谢金佩珊、许富凯，再次热烈掌声，谢谢他们2位，谢谢。正声优金规划今晚的演唱会，这个时候如果响起安口声，必将带出今晚最大的惊喜。欢迎云清。好像见了，也好像累了，这世界再没有属于自己的梦想。我走过青春，我失落年少，如今我又再回到思念的地方。海北的天空有我年轻的笑容，
走过沧桑，如今我又再回到自己的地方。海北的天空有我年轻的笑容，还有我们熟悉的梦想的角落。海北的天空藏在你我的心中。多少风雨的岁月，我只愿和你度过。一起唱，一起。海北的天空有我年轻的笑容，还有我们熟悉的梦想的角落。海北的天空藏在你我的心中，多少风雨的岁月，我只愿和你度过。众生七十，感谢有您。今晚演唱会到此圆满结束，再次谢谢所有演出的嘉宾，也谢谢大家的参与。空中的好声音，在地的老朋友，真声祝福大家健康快乐，晚安。